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我哋今日要向大家介紹3月份嘅月份金句。而未雨而綢繆，無臨學而掘井。經典名句出自朱子家訓。家訓啊！家訓係我國家庭教育嘅一大特點，從孔子庭訓兒子孔理算起，有源遠流長嘅歷史。家訓係一個家族根據世代前人嘅修學同埋畢生嘅經歷得出嚟嘅結論，作為留俾家族子孫嘅純純教誨，即家規，希望子孫能夠遵守當中嘅規矩同埋道德嘅規範，即係指導佢哋點樣處理家務事同埋個人嘅修養。呢篇朱子家訓又係邊個留俾子孫或者後人嘅呢？係明末清初學者朱柏廬，原名朱用常，留俾子孫後人。佢係理學家朱熹嘅後代，主張知行並進嘅理學，精闢地指明咗修身齊家之道，要貫徹實踐喺每一日嘅日常生活小節上。佢善用名言警句，以簡潔易懂嘅語言、流暢工整嘅對偶公式，表達咗勤儉持家、杜絕浪費、講究衛生、飲食清淡等治家處事嘅哲理，道出樸素實用嘅道理，令子孫易於記誦，深入人心。本家訓全文只有寥寥524個字，言簡意賅咁樣將中國幾千年形成嘅道德教育思想表達出嚟，即使目不識丁嘅平民百姓都可以口頭相傳，仲可以寫成對聯掛喺大門上同埋廳堂入邊，係我國古代最著名嘅家訓之一。內容包括勸人做事要有計劃、勤儉節約、飲食清淡、懂得珍惜食物、衣物同埋時間，待人為善、安分守己、倫理和諧、有同理心、尊敬師長等治家處世嘅樸素哲理，成為治理家庭同埋教育子女嘅座右銘，係一部治家之基，又故稱朱子家治家格言、朱柏廬治家格言。而未雨而綢繆，無臨學而掘井。呢兩句又出現咗邊兩個成語呢？未雨綢繆，臨學掘井。未雨綢繆出自最早嘅詩集《詩經》。綢繆本意前捆結合、修補，描述雀仔為咗確保個巢嘅堅固，喺天晴未落雨嘅時候，將個鳥巢修補，以免風雨嚟臨嘅時候將個鳥巢摧毀咗。後人以未雨綢繆引申，凡事要先作好準備，要居安思危，防患於未然，提醒人們減少甚至防止意外或者困難發生，勸人做事要有前瞻性同埋防範意識，計劃周全則事半功倍，倉促應付則容易錯失良機。臨學掘井語出《黃帝內經素問》，原意係疾病已形成先用藥，動亂出現咗先治理。就好比口渴時先掘井，以無濟於事。後人以臨學掘井比喻事到臨頭先諗辦法着手準備，但係為時已晚，提醒人們喺生活中要注重事前嘅規劃同埋準備，以應對突發嘅情況。作者巧妙咁喺兩個成語之前加上咗而同埋無，賦予更深刻嘅意義。而表示應當，無表示切勿。呢兩個字令兩句起強烈對比，鼓勵人們做事要堅毅明智，做事前要有規劃同埋準備，防患於未然，要居安思危，先可以事半功倍。切勿事到臨頭先諗辦法，咁會只會讓人不知所措，方寸大亂，難以做出靈活嘅應變嚟解決問題，甚至難以脫險。古語有云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就係提醒我哋凡事都要有危機嘅意識。喺日常生活裏面，小至帶備雨傘出門，大到財務應急或者健康管理，都要提早安排，先至可以確保遇事不亂，有原則不紊，有計劃不忘，有預算不窮。咁樣一嚟，無論生活管理、職場工作、學習規劃、個人理財同埋健康狀態，都會比較有保障。1000幾年過去啦，朱子嘅家訓內容仍切合時宜，不但複雜諸事後人，當中處事嘅哲理、良好嘅生活習慣、美好嘅品格以及珍貴嘅正向價值觀，毫不過時。呢篇家訓字字珠璣，別具啟發性，難怪能成為一代家喻戶曉。
膾炙人口嘅教子治家經典家訓，希望同學能從中學會正確嘅價值觀，並且喺日常生活中好好咁樣實踐出嚟。我明白啦，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，我哋齊來努力裝備好自己，為我哋嘅未來籌謀啦！多謝大家。